最新風暴消息，林峯現以時速大約30公里向本港逼近。如果照而家嘅路徑，天文台預計會喺未來幾個鐘頭就會抵達香港。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為大家詳細分析。又係我啊！天文台科學主任凌文龍。3號風球現正懸掛，但係天文台即將會改掛8號烈風信號嘅。我哋亦都會預測林峯將會為香港帶嚟破壞性嘅影響，到時風勢同埋雨勢亦都會進一步嘅增強。大家可以睇一睇我哋嘅天氣圖先嘅。喺2小時之內將會有狂風大驟雨嘅，海上面亦都會有大浪。提大家一定要遠離岸邊，停止一切嘅水上活動。而教育局亦都宣布日校、中小學、幼稚園同埋特殊學校停課，市民最好就留喺室內啦。尤其是係小西灣、將軍澳、杏花村同埋紅館嘅居民都要做好防風嘅措施。關紅館咩事啊？將時間交俾街外採訪嘅同事。我哋嚟訪問下呢位太太先。太太你好啊，林峯打到嚟咯喎，你買咗啲咩啊？面啊、紙巾啊嗰啲咯，打風冇嘢賣㗎嘛，買定多啲啦。哇！就你買咁多，夠你用成年喎。你真係唔識嘅喎，個林峯咁鬼勁，點知打一日啊？呢個咪喂，唔好搞我老公！其實咧，上年我都同林峯拍咗一套電影叫《面試特工隊》，我哋仲係做兩公婆添，到時戲院見。放手啊！放手啊！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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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開所有，彼此更自由。放手，其實我絕非愛得不夠。識嘢啊！阿川，唱緊街啊！哦。小朋友，做個訪問先。林峯打到嚟咯喎，對於停學有咩感受啊？有少少唔開心，因為讀書係我本分。唔係啊嘛，有時間我都睇多次城寨啦。我會留喺屋企溫習下學期嘅功課。好啊，我哋俾翻一場先。特別新聞報導就嚟到呢度，各位市民密切注意林峯最新嘅消息。或者他沒有嫌棄我雙手，或者他沒有無情退後，情緒拉高怎呼救，與世界開始脫鈎，失去他沒有，而裏頭根本不跟我早已被詛咒，任愛極濃厚，亦繼續啞口。我曾伸手，想補救那錯漏，拼命伸手，摸不到都太無留，注定失手，而內疚。我們於多重宇宙，我快樂無憂，放手。根本這一切早已被詛咒，任愛極濃厚。但是也沒法開口，我曾伸手，
想補救那錯漏，拼命伸手摸不到到底岸路，隨便失手別內疚，我們於多重宇宙，快樂無憂，把手。未來不再共有，何時的愛沒法透露，伸手想補救那錯漏，拼命伸手摸不到底岸路，抗力失手但另有愛在深知的宇宙，無離重